第一课盘手，医保真好咧，逐摆拢早盘手，顶摆是当顶乌龙茶，即摆毋知买啥货，寒甲几若地，我甲小妹来斗摕，内底敢是台南的虾饼？也是台东的色客，台湾的名产有够多，莫怪医保四价买。阿嬷讲毋通顾讲话。紧请伊入来内底坐。